代志大条啊啦！是啥代志啊？这是恁友弟啊，甲阮借钱写的借据。啊，即摆人过身去啊，阮是要去找啥土钱？阮有着吼，从来毋捌甲我讲伊有甲人借钱的，这哪有可能啦？嫂啊，阿兄伊有啦，我嘛在场啊。阿兄伊当初讲啥要开车行啦，毋才会去共借。是啊，你看，这是有着抢伊两个手印，感觉会真假？签的名吼，签得着手印，这拢无清楚，这敢是阮有着签的？毋是伊有写，你莫在改身啦，规定自己现就对啊啦。对啦，你是啦，改钱啦，我你在这创啥啦？借钱是我阿兄，是我阿嫂啦。你若要讨钱哦，去找哪样讨啊？莫那么遮大细声啦。啊，我即摆就咧讲啥？好啊，若讲啊，尔，我就来换伊甲狗啊，好啊，咱看伊小等。不要，拜托，袂用啊，小等下。袂用哦，去换过啊，过你家去坐家，你知无？我去坐家。嘿啊，我看吼，也无偌济钱哦，摕伫互因，较袂惊麻烦啊。啊，不过我无钱啦。哎呦，这20万尔，你怎摕袂出来？无钱。安尼啦，我遐有一寡以前的嫁妆吼，我含遮拢白白的，啊，搁一寡生件钱摕来斗相天。你哪安尼做啊？哎呦，我无法你要来用的，我甲他讲吼，我嘛是你较宽容的长辈，我摕出来，不要等，我来摕。嫂啊，我遐嘛有淡薄仔钱啦，无我来摕啦。有着，较早拢是你先过提醒我，我同你代志，拢毋知要安怎处理才好。啊，伫个社会，我吃过头啊！你叫我听以后要安怎才好？什么人会甲我斗相共？这里。是，哦，谢。当台哦。多谢。啊，当该当恁摕到的钱拢摕着吼，你来洗澡啦。啊，无咱行。好啊。稍等去扫，啊无先来扫。顺行吼，顺行。啊，早若知影好骗哦，我就甲加写一寡。哎呦，春秀你这20万吼，都中要摕袂出来，搁加写一寡。对吼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加100万等有钱的时阵哦，咱再过来甲骗。你够讲呢？啊，这摆是因摆来，搁要一遍，这种可能就无啊。我看吼，想我别招数。你嫂啊，我看也袂出来，你够巧哦。哎呦，这拢是数你教的啦。后呀，嫂，这里。这蓝山钱哦，我无欠命啊，收起来。啊，多谢。对啦，这所以遐尔有钱，这1点仔钱算啥？歹势。这我的啦，歹势啥的？啊母啊，那煞这金仔吼，可以我甲你保管着，好啦。哎呦，这个囡仔吼，这费你本来就毋是你的嘛。
来啦，做伙食饭啊！免啦，阮食过啊。什么你食过？你是讲嫌无菜？我咧讲，若艰苦袂要紧，一个大家会当做伙食饭，这个上解欢喜啊！坐食啦。今仔日哦，若讲较艰苦，大家会当斗阵食，就讲食炒粉鸡蛋，安尼我嘛甘愿。对啦对啦。妈，真多谢你哦！昨昏若毋是你甲小姐甲我斗相共，我一个查某人哦，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妈，我以后若有钱吼，我一定买遐物件吼，倒来补你啦。做秀啊！咱是我囝呢，要讲这个话，大人食苦拢袂要紧，即摆上重要哦，就是宽仁啊。我若看宽仁来讲对咱食苦，哇，心肝是足艰苦，毋甘啦。对啦，嫂啊，囡仔是无辜的呢，你来加替想一寡。拢是我这做小姐啊，无才调啦。无嘛讲踮外口做一下事业，转来甲厝斗劲。小姐啊，你莫安尼啦，这哪当怪你啦？嫂啊，较早拢是安兄咧照顾咱的生活啦，以后吼，我真啊绝对会拍拼啦。我会替安兄好照顾你，你放心啦。真是啦，我看安尼啦，为着宽仁哦，啊，甲为着咱即家口的生活，不如这地甲卖掉。啊，这钱哦，部分互阿进来去做头路，伊若趁钱来照顾咱大家，为着这家庭来拍拼，安尼敢是真好。嫂啊，啊你是袂放心是？啊无安尼啦，哎呀，我真啊吼，今仔规日你面前就抓啦。总讲阿嫂若袂替我做生意，我会好好拍拼照顾一家啦。我会好好照顾阿嫂因大囝。啊若无，我你啊，这够啦，我真心不如啊！呀，我讲会到讲。我相信你啦，你起来啦，我相信你你搁互淡薄时间讨论一下，若是真是袂当过哦，我才答应你卖地啦，吼。有定啊，无定我安尼做，对这个家，对款人啊，拢比较较好。宽仁，妈，我有啥物代志是？来，有啥物代志甲妈妈讲？妈妈，阿公要去远足，明仔载要交钱。我无讲要去啊，我只是甲妈妈讲讲尔。我就无爱甲别人同款，行甲规身躯拢是汗。宽仁乖，妈妈以后一定带你去佚佗，吼。即马厝内底状况实在是连买菜的钱拢无啦。有点，我真是无法度啊！看人好好要援助，我无钱互伊。
银行直直寄通知单来，讲要来贷款。有着，你叫我是要安怎才好？你只甲我交代讲，爱将车行维持落去。你也无甲我教，你无甲我教讲要安怎维持。你不，歹势，我实在想无办法了，我跋倒，明仔载我着去找阿三仔参详，我准备要甲车行收起来，甲土地卖掉，有着，你都唔通怪我。是的，我跋倒，有点。头家你啊，头家你啊，有生理啊，有生理啊！啊是啥物生理啦？啊，就是咱迄个老顾客坤成好无？打电话叫咱出车啦！行，袂赴啊，行，即摆出啦，行。啊！啊，有人塞车，啊你也毋捌开过，还是免咱出车啦？哎呦，哎呦，头家娘啊，免惊啦，毋捌食过猪肉嘛，看过猪仔行路嘛，对无？我以前缀头家走车哦，看甲会晓驶啊啦，真简单啦，有我三仔拖动啦，行啦。嘿，阿三啊，你目睭哦，连青阳顶拢分袂清楚，啊是免咱对人塞车？头家娘啊，我会使缀人后壁行，啊人行我就行，啊人停我就停啊，啊你毋是足简单呢？行啦。你哦，你无驾照啦？我无驾照，迄个我啊，有无？我有真侪迄走车的朋友啊，亲像迄个王仔啊，迄个天树啊，伊嘛拢无驾照啊，啊伊嘛三个四只桥呢，行啦，行，袂有啊。阿三啊，啊毋过吼，哎，头家娘啊，生理来啊呢，现金呢，拼落去啊！紧张啦，看头前的车嘛知啦。对啊，你头头洗，洗脸洗好。头家娘啊，这我来就好啊，你去边仔休困啊吼。哎，辛苦。哎，今日哪里来？还有碟啊？头个啊，三百啦，问这通个啦。好，来，这个运费哈，你点看嘛。啥？我签的。头个啊，感谢你哦，后摆哦较食芳肠的啦吼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走啊，安怎？袂歹哦，我讲无问题就无问题啦。他到底迄路的吼，
我紧张甲鼻喘。哎呦，我阿三仔伫个土洞啦，绝对无问题啦。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烧酒饮一杯，好大啦，好大啦。头家哦，无伫个哦，头家娘一个查某人哦，都爱逐日来缀车，实在是辛苦啊，辛苦。大呀，什么代志？唔知啊，你弄红灯啊，你知无？我靠有啦，当初迄台车先行，我在后壁行呢。人是抢红灯，你弄红灯啊？驾照现在摕出来。阿三啊，啊免弄啦。驾照是无啦，啊，行照哦，伫遮啦。真好，我加调贿赂警务人员。啊，落车。真好，我加调贿赂警务人员。啊，落车，到警察局。对，歹势啦。无喏，对呀，歹势啦。你看真是啊！歹势啦，伊就毋是刁工的，你原谅伊啦吼。诶，我无这个权利哦，我院长有要原谅。到我娘仔讲啦，行。这大呀，大呀，我唔知影你不爱真这套啦，哎呦，无咱做啥朋友嘞吼，你当作无这回事啦吼，拜托个啦。无这回事，咩啊？安尼这是啥？你唔甲我装笑的。莫我坐啦，行。大无啦。你看真是啊！阮拜托一个啦，阮是行就靠我，啊，你若家己也去哦，阮是行就拢去了了啊。阮拜托是我求你啦，你家己啊啦吼。你竟是啥物车行？较细间，骗我遐济。我已经叫做诱导车行啦，你若唔相信吼，你去查一下，你就知影啦。拜托啦，警察先生啊，莫家己啊啦吼。好啦，人我买了。多谢你啊！你应该就是张女士吼，恁翁迄件事故，我嘛处理有对，实在是真可惜。7少年8少年就爱安尼。啊，真歹势。虽然人我无爱抓，但是罚单我嘛是爱照开。啊？大呀，买啦。你甲做啥物头路？嘛都爱想啊！你遐尔做无彩工啦，人讲了工哦，就敢参像打山填海啦，打山填海无当紧啦，对，大姐，安怎啊？这是要哪？哼，妈，你等小吃啦。宽仁啊，来食饭哦。真是啊，毋是阿母爱讲啦，你嘛听我讲一下，过去迄个地价卖掉，互阿进来去做生意，查甫人嘛，厝内第二嘛伊烦恼，安尼逐日较好过，敢毋是？泡面哦，我上爱食。啊，较济啦，也无肉，也无菜，无你嘛甲加一粒仔卵咧。大人安尼是会食的啦，啊囡仔你是无够营养啦。哦，虾米哦？啊，恁哪拢唔食啦？食的咯，罚单啦。我一个阿嬸啊吼，目睭要微微啦，啊一个是袂晓开车啦，要经营车行，你哪法度？春天百花满满树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旁美甜。妹妹我是真意，
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，樱花开甲满满是，五官也在变。三明水手好景致，快乐的春天。春天